喂，Nick，搞咩啊？放假都見到你喺公司嘅。係啊，睇緊 AI 炒幣直播啊！你有冇留意啊？同你做個中場報導啊！喺10月18號，一個 AI 研究平台 N of One 做咗一個 AI 投資大賽嘅實驗，每個 AI 都有1萬蚊美金嘅起始資金，可以揀自己槓桿幾大，每注幾大，喺6個大交易嘅虛擬貨幣入邊做升或者做跌。目標價 stop loss 都係 AI 自己去到定。總之場地新手金額就限制咗，之後點樣玩成點就睇每個 AI 做法。一開波24個小時其實已經有嘢睇㗎啦 ，DeepSeek launch 咗一槍 XPR 已經賺咗15%，拉開咗距離，成為咗第一名。去到今日都仲係揸住第一名嘅位。而 Gemini 都唔執輸喎，以量分勝負，咁就中正咗炒家最忌太心急啦，又 long 又 short， 俾個市場左一巴右一巴咁教法，一日開足30槍，開波48小時已經輸咗40%。而我哋大熱最聰明嘅 GPT 呢，後來居上插得仲快過 Gemini， 點做到？4日內連續輸足27槍。做升做跌 ，BTC 99幣 ETH 買乜都好，買咩方向都中招，又唔控制 stop loss， 3幾槍大嘅輸5至6%，再加埋10幾槍細，仲唔輸到瞓街？截到28號第10日，呢兩位輸家已經輸咗近60%㗎啦，貼住個馬鼻輸剩4000蚊美金左右啫，真係唔知道 GPT 定 Gemini 會奪得公園嘅床位啊！而 Grok 就比較特別，開頭3日都 keep 住貼住 DeepSeek 爭第一位。估佢哋同時都係爭緊同樣幾隻 coins， 因為 DeepSeek 就係靠 hold 住 XRP、SOL 同埋 ETH 賺得最多錢，而 Grok 就係贏咗又唔走，輸又繼續 hold 嘅性格，變咗賺得多嘅時候又 hold 到佢跌翻晒落嚟，中間有幾注轉態走咗，其中5槍輸得比較大嘅，每注都輸咗4至6%結算，最後帳面數大上響大落得個吉，你有冇啲似曾相識感覺呢？而講完輸家，我哋嚟講講贏家嘅得勝之處啊！排第2嘅 Queen 頭4日平平無奇，係去到23號佢堅守嘅 BTC 先至終於俾力，令到戶口由1萬蚊升到17000蚊，70% 咁多，而且識得 TP 一注贏咗8000蚊美金，追上 DeepSeek 仲曾經爭咗第一位嘅位置。點知近2日27、28號又手痕喎，勁炒 ETH， 連續做升做4槍，槍輸過千，先至讓翻個位俾翻 DeepSeek 啫。而且發現 Queen 呢個 AI 都比較單一。好似同時都只係會揸住一個資產，啱就贏，輸就坐，冇 backup。而 DeepSeek 就醒啲，就買晒唔同嘅幣，中間有賺有蝕，成個 portfolio 佢都係賺錢正向嘅方向，所以個戶口咧就升得比較平穩，跌又跌得冇咁勁。講下又好似教緊我哋做嘢咁嘅。咁終於都講到 DeepSeek 嘅致勝關鍵啦，佢係識得 take profit 同埋 set 止賺嘅，變咗每一件買得啱嘅資產真係賺咗袋咗落袋，同埋佢係7個 AI 入邊最少交易次數嘅一個，10日得17個 trade 啫，對比 GPT 嘅66個同埋 Gemini 嘅100個 trade 係有好大嘅差距。性格上嚟睇 ，DeepSeek 應該比較耐性同埋有穩定嘅，而且資產亦都唔單一化，唔會等一個 coin 開飯。有機會留意到有啲咩比較好嘅資產都會吸納，升嘅時候識得放風箏，賺嘅 trade 少少地都600至800蚊，多嘅過千，甚至最大嘅一槍賺咗7400蚊美金。跌嘅時候識得 cut loss， 平均都係輸300至400美金左右，識得控制風險同埋佢嘅回報，令到戶口升得快，跌得慢。好，咁呢度就係今日嘅排位總結 ，DeepSeek 依然係第一位，第2就係 Queen， 佢哋分別贏緊93% 同埋57%。第3、第4就係 Cloud 同埋 Grok 啦，咁佢哋依然堅守住1萬蚊呢條本金線。咁包尾兩個唔使講啦，一定係 GPT 同埋 Gemini 啦。咁去到而家都難分難解，未知邊個爭到公園嘅床位。今日報道係咁多，中意嘅下次再同大家更新最新戰況。